villa， 佢呢個 pool villa 呢，全部有8棟。咁我哋首先入到嚟呢度睇下，一個開放式嘅廚房，呢度就會有一張8人嘅飯台，個泳池夠大㗎，不過就冇瀡滑梯。咁另外呢度有一張長形嘅 L 型 sofa， 2間房。我哋首先入第一間房睇下，咁佢就會一張雙人床，連獨立嘅洗手間。咁呢一個位置呢，算方便嘅，大概行10至15分鐘就會係中天沙灘，咁大概行3分鐘就已經係中天2路嚟㗎啦。咁呢一間 pool villa 開咗6個月嘅啫，咁係其中一間會有洗衣機提供嘅 pool villa 嚟嘅。樓上3間房都會有乾濕分離嘅。咁我哋而家上樓上先，一張好大嘅 sofa， 再行過係一張雙人床，一個工作嘅寫字台，連一個大露台。嘅朋友就可以選擇其中一間，呢一間都可以嘅。咁但係你睇下出邊呢，因為佢採用天然光，咁所以有時我哋都驚落雨嘅時候會撇咗入嚟嘅。咁但係如果大家